过来这个5日节食肉粽爱注意，唔通配一寡青冷的水果或者是饮料，无咱的胃肠是会甲咱抗议哦。中医师讲，这个肉粽啊，就是糯米、卤肉兼两仁这类较油草黏体的食材。这胃肠咧运作本底就是较负担咯。若是食完肉粽，搁食这个青冷的这个食物，安尼是愈碍胃哦，甚至会引发到急性的胃肠炎。 掰开粽下，大喙甲夹落去，哦，香讲讲，真 Q 的糯米，好食卤肉兼香的两仁，互人一喙煞一喙。食了，搁来食一块冰冰凉凉的西瓜，天气遐尼热，啊，无搁来啉一杯饮料，医师来提醒，安尼食胃肠会堪受袂了哦。它就是比较油腻、不好消化的东西。肉粽内底拢是油草的食材，拄着冷就会反甜，无好消化，可能就会腹肚胀胀，甚至会有腋下酸的症状。 像是喝冰凉的饮料啊，还是吃一些生冷的水果，就降低了它的做工的效率。这样食肉粽尽量会当搭配一盘青菜，也是讲有加素的水果，撇开西瓜这类青冷的水果，啊，搁有冰饮料、冰淇淋，才会当甲胃肠顾好。变香的芒果。足侪人卖伫热天食酸鸭，营养师提醒，因为酸鸭可能会致使过敏性的反应，皮肤有过敏的人，就要小可较注意咧。想要减肥的人，也是讲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的患者，食的分量就要较斟酌咧。热天的水果真好食，但是唔通过量，啊，搁有就是食的时机嘛真重要。安尼才会当食咧欢喜又搁健康。